释迦牟尼佛实现过我们这个人世界，然后他就是留下了很多珍贵殊胜的法门。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无数的时间以来一直都在黑暗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刹那就一闪电一样的，就是又出现了一次释迦牟尼佛，所以就是有了佛法，所以就很多的众生就好像就是本来的这个我们原有的这个眼睛可以用得上，看得到，这是佛的加持。所以就是在如菩萨行论的这个解释里面呢，就是也有些解释里面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在天气非常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突然呢就会起了一点点凉风的这些，那么众生在很痛苦的那种因无明愚痴也这样的黑暗当中，同时也是在有贪嗔痴的这种压力非常痛苦的过程当中，那就是因为佛的加持，就像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点点凉风，身体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会有一种就感受到一点点轻松跟舒服的这种感觉，那就相当就是有遇到这样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感到这一切都是佛的加持，佛给予我们众生的一个慈悲的加持。那么我们能够可以在这个时候结得上，用什么结得上？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发心，诸佛菩萨的加持。那我们平常都是说嘛，所有一切的不幸是一定要知道我们过去自己所造的业，那么所有一切的幸福都是要知道自己过去所做的功德。那么一切功德本来产生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佛菩萨的发心，让我们引导修善的这个根源就是善。那么就是我们可以认出一切善来自于佛，一切恶来自于无明那么无明是相当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六道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得到自己的前面但是呢有我们自己的本来的这个本性是存在的，所以呢也是有一些过去的各种的这种修善的因缘都是以诸佛菩萨的恩德来的，所以呢就是偶尔会出现一次，就像闪电一样的偶尔出现，我们能够可以在前面看得到的什么？我们看得到因果轮回，看得到因果不虚的这个道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闪电一样，我们闪电的时候我们看得到前部嘛，对不对？那就像这样，我们看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前因后果，我们是怎么来的，然后将来我们会怎么样的，这个概念让我们看到轮回的整个的真相的，就是唯一的就是佛陀让我们看到轮回的这个真相。看得到轮回的真相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像前面我们讲那个菩提心的这个利益品的时候，前面呢就是会自然而然出现下面人生嘛，对不对？下面人生是非常难得，并没有说刚是说下面人生珍贵，因为就是上面有些珍贵难得，难得这个才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非常难得非常难得，所以必须得要再一次，既然得到了必须得要珍惜。如果我们不懂珍惜的情况下，那我们这一次有得到下面人生有什么用呢？没有任何用嘛，对不对？所以珍惜怎么珍惜？那就这个上面我们就得要知道无常。在黑暗的时候呢，就是闪电是非常无常嘛，对不对？非常无常，亮一下就没有了嘛，就是一个刹那之中，一个很短最短的一个时间最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就像1秒钟的时间都不到，它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我们整个的这个六道轮回的时间来说到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时间。那么这个
中间呢就是一刹那能够可以再有一点点善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就必须得要把菩提心的依靠这个菩萨的心来能够可以维持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大致的会讲那个菩提心的它的这个利益的部分，能够可以起到一点点的善心的时候呢，又是一次的，每一次起到一点点善心的时候，一次进行解脱的道路，知道啊？那我们讲到那个菩提心的它的利益的时候呢，菩提心的这个总的来说呢，就是有两种嘛。第一个就是圆菩提心，第二个就是性菩提心，然后加上呢，就是已经有菩提心的这个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菩萨切了，他就是有了菩提心，他的功德跟他的殊胜之处，他的这个珍贵的价值，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三种分别当中呢，第一个我们要讲菩提心的功德呢，就是比其他的功德更殊胜的方面第六，以是善行恒为弱，罪恶力大极难堪，使此圆满菩提心，何有与善能胜比？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的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整个轮回就是一个黑暗一样的。那么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就是黑暗中的一群盲人一样的。那我们就是也从这里为什么讲盲人呢？就是本来盲人是看不到，加上他就是放在那个黑暗当中，更就看不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贪嗔痴无明愚痴，那我们就都已经变成了一个盲人一样的，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善的解脱的道路跟那么在这个造业继续下去的话，就是会堕入到三恶趣的这些一切的事情都看不到。那么很多人都希望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很希望就是看得到我的前世是什么看得到我后面就是以后会是怎么，这些大家都很希望，对不对？但是看是真正的能看得到，那就是很难就是看不到但是有些人就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上，也有一些人说看得到前世什么来世那些，实际上这是因为人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也是自然而然会有这种就是说我会看得到的那什么，但也是很初步很那个茫然的，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正确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而且是看得到也没有用比如说看得到我前世是什么来世是什么也没有用，就没有认识佛法的情况下，最主要我们要看得到的是什么呢？轮回是永远的，就是轮回。我们在轮回当中永远也是没有办法解脱，我们要看得到解脱的功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轮回的过程当中，就有充满烦恼的一个众生来说到，就能够起一点点的善心也是很弱的，非常非常微弱的。所以呢，就是任何一种力量都可以把它消失。所有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慢疑五度烦恼的力量。五度烦恼的力量消失你的一个微弱的这种善心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五度烦恼的过程当中，一直决定我们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因无明贪嗔痴所造的业力，一直让我们不断的在轮回。所以最有权利的，也可以是最决定我们的是谁呢？就是目前来说的所有的众生都是因贪嗔痴来决定，因贪嗔所造的整个业力决定让众生下地狱，让众生变成恶鬼，让众生变成畜生，
让众生变成人类等等这些六道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六道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稍微好一点，或者是稍微差一点，有这种好与不好的区别。那当然就是升到天，那寿命也比较长，然后整个的过程当中也比较幸福，但也没有解脱，还是会有继续下地狱，又继续要变成那个轮回的，这些还是后面还是存在的。但这些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得到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解脱啊。那能够可以唯一让我们解脱的这个因，就是善心、善良的心，为一切众生可以发菩提心的这个善良的心。那这个非常的微弱，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必须得要知道，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去学习。我们佛经有很多方式的学习，很多种的学习，84000种法嘛，都是在这么多的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就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些都是为什么？因为需要这么多的这个方法才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一切的这个总计，也可以说是最简单能够可以修持的方法是什么？菩提心。佛陀所讲的一切功德都是有功德的，都是有功德，都是很殊胜。但是殊胜当中最殊胜的，来的最直接，而且是最快速的，而且是最有能力的，最有效果的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那么菩提心的功德才是完完全全不容易摧毁的，不会摧毁的。那其他的很多功德呢，就是也很容易摧毁的，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像比如说这个从简单的讲，我们实践的人，今天既然我们成为了佛门弟子，学习佛法，进入了佛门，但是我们知道要放下很多，但是也是放不下很多。放不下的所有的原因都是什么呢？都是因贪嗔痴。因为这些贪嗔痴呢，就是在一直以来，从一开始轮回到现在，根深蒂固的，在从骨质里面就有了严重的贪嗔痴。那我们就突然要去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说一开始的这个善心很微弱的原因是什么呢？微弱的原因是它本身就是有这个善的种子，每一个众生本身就是有菩提心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我们没有去维护过相当就是一个种子埋在地下面，我们没有浇过水，也没有给它一个需要的适当的这个这个肥料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那它不会发芽的。好在菩提心的种子它是不会坏掉的，它不会变成没有效果的。但是我们不去维护它，维护它的情况下，它不会发芽，所以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就是必须得要维护它。维护它的情况下，那就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是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而且特别的要努力。一开始就是我们就发的一点点的善心是，它是非常的微弱所以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呢，就是用其他的这些贪嗔痴的任何一个的力量都会消灭它的，会消逝的。所以呢，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那其他的一些功德是这样，但是菩提心的功德不是这个样子的。菩提心的功德呢，就是你就发菩提心的这个功德永远不会消失，而且是永远是会存在，会越来越增长的，越来越增长，就是最后就是能够可以再获得真正的这个菩提心获得真正的菩提心，你就是心里就是真正的有了菩提心的时候，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好不好？
个南极万龙这个呀，资本做人这康中啊有。红坡的自达马苏卡，加拿大的阿翁，噜噜噜噜红酒红红坡的自达马苏卡，加拿大的阿翁，噜噜噜噜红酒红